媽媽怎麼可能不愛你呢？你是媽媽唯一的寶貝，我最愛最愛最愛你了。媽媽溫暖的身上有着肥皂香香的味道，沒有和夫婦在一起的時候，媽媽還是一直想着夫婦。媽媽會看着藍藍的天空，想着現在夫婦是不是在戶外玩耍呢？到了中午就會想着夫婦今天的午餐好吃嗎？夫婦有沒有和朋友一起好好的吃飯呢？夫婦聽了好開心，夫婦也是一直想着媽媽，然後畫了這張圖畫。夫婦和媽媽一樣的，一樣呢？對呀，我們都一樣，謝謝你。夫婦媽媽好高興。夫婦我們沒有在一起的時候，你也別忘記，夫婦是媽媽最重要的寶貝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媽媽最愛夫婦，永遠媽媽再次緊緊的抱住夫婦，夫婦的愛心內心深處，好像被陽光照耀一樣，變得好溫暖。今天夫婦也要上幼兒園，媽媽也要去上班，但是從今天開始，夫婦和媽媽有個再見的約定，抱好，那是最愛你的證明。最愛夫婦，最愛媽媽。